咁邊啲人會買實驗呢？咁喺香港其實就香港好多嘅科研公司嘅，或者內地有啲工廠要生產，譬如可能啲普通嘅燈膽咁啦，呢啲咁嘅燈膽咁嘅射燈。咁其實每盞燈呢，其實佢個光譜都好闊㗎嘛。除咗可見光之外，仲有紫外光同埋紅外線。咁其實如果紫外光去到某一個水平嘅時候，係會對人嘅眼睛有害。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燈膽唔可以隨便出口嘅，必須要做咗某方面嘅大學嘅認證，或者係一啲叫做公證行嘅驗證，你先可以推出去海外嘅。所以好多時候，內地啲工廠會揾香港嘅公證行或者揾大學嚟幫佢度咯，因為國際認可嘅。咁度完之後，咁佢就先可以推出去海外度賣。咁基本上大學嘅 professor 啦，咁佢哋久唔久都會收到啲 agent，咁就問可唔可以幫我哋度呢樣嘢啊？咁樣基本上我哋嘅 website 就可以提供埋最簡單直接嘅渠道嚟幫呢兩班人對接咯。但係當然啦，其實有啲限制嘅，即係可能話香港其實就唔係咁鼓勵啲即係professor 啦，咁嗰啲就去接太多呢啲嘅嘢嘅。如果譬如超過2000蚊嘅時候嗰張單，咁必須要上報去大學度啦。咁有一個叫做類似 technology 嘅 department，咁啊即係啲知識版權咁嘅類似咁嘅嘢。咁就會要你過咗呢個 proposal，究竟得唔得？俾唔俾你接啦？冇錯係，同埋大學會收翻你某部分嘅錢嘅咁樣咯，係啦，咁啊先會俾你做咯，係啊。係咁樣。